士兵啊，我们这次的就是搞的一个票选活动哈，奖项的设置呢总共是18项，那其中呢有4项是通过观众投票产生的。哦，为对片了。最佳男女演员，那最佳夫妻档，还有呢。百听不厌经典长篇，这个4项。这个4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观众喜爱的流派唱腔也进行了一个调查。那到底观众喜欢的是哪些流派呢？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看到了。这样的。98.6%。98.6%。张的76%。喜的70.3%。女的67.4%。金的61.4%，是还有口为人这个奖的呢。都好奖的。结果，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些票选结果当中啊，选取了一些流派，组成了一个流派唱腔节目，献给大家。灯音乐。月影灯，金霞灯月百分明。嘟嘟月下灯气在，在灯送月夜人。月下不灯灯富贵，灯里上月金能神。天满了一路香，那银白月光，地妹美女来家穷唱。唐人海心在得住，我与他们同心，也来把身君。我是姐姐在茫茫人生繁华，给路人满腹雨里心事纷，既也想过分一生。我20年来啥个忙啊，呀多分能上，我是谁敢不呀？敌人困，地大体面，我一起上。
灯火，金碧辉煌的心所依，几百个太太在桌上场上，你们什么想要送灯？去言不离我今相随，听那莺小绿，谁够这原因是因长出一副名声啊，挂的是玉香粉大绿银旗。前妻天不应，后头不理，我的泪落一下子，又想哪里是我的没奈何，来个乱的其中的英语呐，完了再想他是百姓民哦，下辈的没长生，因我一曲琵琶打动你夫君心。可怜我的腿口是这样的不动心，你是平时高
路路爱分了下，牙金特了那手下公上，他是媳妇。欺骗送佛为用，非但人非问我相逢什么我是他们欺压那么大话么就是红，来叫他们花什么时呀林日下么花开时日呀到有种么大花非谁神拒绝可能给总标总在这里的地位中。哎呀呀，我的儿啊！为娘是3月里家乡一个。下营那么千里追风霜么6月大下呀路沟那举松顶那风凉么听得山山两头都让师傅今偶尔啊都说你是一不难呀女将两副本口之你的心灵伤个我为娘的自卑叫都急呀也明爸爸这样你来在个人你嘛并不在深空的亲娘一上一下儿怎能带下拍马来扑一上赢得你们紧张新娘带大我们母子相同喜娘像辅导上几个点嘛蛮多啊。哎，那比方说这个主点、下点、咸阳点，是个呀。还有这个后来有些两唱的来回点。
我们之所以安排这个流派唱腔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电视书场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各种的流派，使得他们能够百花齐放。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中口用餐哇，不要金银财宝，只要中口用餐，高档大气，容易吸收，我口啊！中科农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烯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德恒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行人见人得，一品德恒。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食一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体质啊！再看吃冬虫夏。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党的冬虫夏菜。冬虫夏草哪家强？10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夏菜，我信赖春菜坊。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灵芝哪家强？10字街上寸草堂。王亮，我来看看你。你注入电视市场12的年数是？12年的。12年的对个。那么今天，这个雷炮是出自于罗布产品。这个简单个啊，珍珠塔。好，珍珠塔。那么珍珠塔里向出过几盒雷炮，也出过几盒名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用我们电视书场的节目来回答你，好不好？啊。你看珍珠塔呢，我们书场一向非常重视的。总共播出过5个版本。5个版本，谁是珍珠塔？是的呀，你知道哪5个吗？不晓得。那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吧。不行，听。有陈锡安、郑英老师的，赵开生老师担当的，陈锡安、薛慧君老师的，赵开生、高博文师徒档的，以及赵开生、郑英老师的5个版本。怎么了？为得了玻璃再苦。很丰富吧？所以你看这个珍珠塔里向出一个雷炮是不得了的。木的，这个歪的，圆的，
CF 的、省的、省的，为一个最引热的，对，名家是结棍子。这个所以有句闲话讲，长沙珍珠塔。哎，士兵啊，像刚刚短片里面的哈，陈锡安老师啊、赵开生老师，还有很多的像他们一样的名家，都曾经把他们的名片力作长篇，在我们电视书场录制过。为此呢，我们电视书场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宝藏。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致敬名家奖，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他们创造卓越，见证辉煌，一辈子与七根琴弦互诉衷肠。没有他们，江南明珠不会如此闪亮。有了他们，曲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绽芬芳。用我们的感恩向你们致敬，用你们的艺术引领我们成长。首次于第二书场20周年颁奖盛典，致敬名家陈锡安、王八英、金生宝、江文来、于永新、蒋云熙、单开生、张日军、雷云沙、尹义琛、尹义之、沈金生。陈老师啊，你看，陈老师啊，今年呢正开始收这第二书场20周年，我也看到那边是2个字。我用眼睛是20周年的。所以呢，在这里帮你颁一个致敬名家奖，致敬名家奖，致敬名家奖。这样的。很激动。搞平台工作搞了74年，第一次我是3班啊。与之与归。给他班次的不应当我个人多了。我今年在地家店书评继续为电视市场做下服务。我有20周年是从人来搞个1750个辰光呀，顶顶好头了。感谢电视市场3场后，希望这个协办一下。那从优秀的社会通平台里头呢，传承下去，同时呢，推陈出新，得到更多听众青睐。新春马上带来嘛，我辣开个呢也等20岁听众们要来帮你。送的呢，福水绵绵，家庭幸福，新年快乐，身体健康，2015年新春愉快，吉祥如意，凡事如意，长命百岁。王来啊，这回来先生呢，说是我3月份看见的。现在辣镜头里向看见里头啊，身体非常好，气色蛮好，红毛头穿呢，真的蛮开心。这一次感谢搿点名家老师为你个平台事业做出这卓越的贡献，谢谢你多。谢谢，同时也感谢他们对我们电视书场的祝福和关心。非常感谢他们。思斌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啥个？你知道吗？我们在2015年还要启动一个计划。啥个计划？那就是重塑经典计划。哪叫重塑经典呢？经典你知道的对吧？那像玉蜻蜓、珍珠塔，包括萧丹桂等等哈。我们邀请一些名家、新秀、书坛的中坚力量，把这些经典作品再重新录制。我们用高清的摄像，用现代的演绎手法来重新展现。哎呦，原来搿你个点观众朋友可以一百眼福。那么接下来呢，也请大家欣赏的一档节目呢，就是马上也重塑经典的珍珠塔当中的一段，叫四美戏馆，表现在各部分采用演技令。掌声有请，一起来欣赏。今生你3高头来说一位，珍珠塔当中3位叫四美戏馆。这条四美戏馆珍珠塔的个4位，讲4位美人，对吧？那么你3个男人嘛，哪有4个美人？这个是哪说法子呢？4个美人让关国里有一个事体，这个你3个男人不一个，搿哪说法呢？搿哪不一呢？平台个特点大家晓得，男个还有女个，女个还有男个，男个还有3个嘛，3个还有男个，男个哪还有女个呢？说来就来吧。哟，2位少夫人，必是千金在上。
沈家婢女得知情而哦，李大师来瑞来，那么你要来，怎么来做啊？小子一位沈家体体不改啊，为州夫人关东跟前得了分好。是啊，这位沈家姐姐请起。沈家姐姐不改。哪来着？一些什么四个媒人才出来这个啊？那么这个啥人？蔡平。那么蔡平嘛，哪里都叫你沈家姐姐，不晓得你是蔡平。蔡平哪会得到别家里来？晓得自家公衙现在做主管要特两家事，一位自家陈三家，还一位别三家。所以今朝抽得了他到别家，自家想办法上别三家堂里，要来看看这位别三家。今朝嘛，特地来做解析的。那么两位少夫人对个沈家屋头下了浪口，哪个屋头头浪向出过个？沈家屋头看沈家三家，别家屋头看别家千金，至于呢沈别两位三家才看见。妹子啊，那是吃个内地么的走走，没好啊。哟，这位沈家姐姐，有两位少夫人，而今见两我家必日相见，但要东问一声，沈别两位相见。那个哈开是啊，哎，这个话题得还讲讲的，因为沈家里话题嘛，只看见过沈家里三家，别家里三家分看见过，该到别家里家个婢女呢，只看见过别家里个三家，你个三家也分看见过，只有我两位三家才看见。那么现在一看这位别三家呢，嚯，啥子标志？那么哪讲法呢？你三家称得香雅美女，各位别三家二本称得不均美女。那么他是我讲，你三家标志该打别三家不灵，这打讲不去。是别三家哈，你三家不好看，可是岂能将他人之气灭自己为夫？那么这看，让我讲嘛，讲两句半斤不两的闲话。哟，两位少夫人，真呀。说问此去相怎么？那天如紫色，天如美，哥哥比得很。是该打个三家漂亮的哈，天如美 No.1。天如美，你三张面孔顶天如啊？啊是个。后头才是五眼老师他出来个这位。所以当时现在讲该打个三家实讲好，那么里头陈三家谁再把第二位着了？带你身浪向一看，一件马甲，到底唔自家的，所以大少夫人。哦，哟，搿只面风嘛看我不起的，哦，我是下头。判到东江毛皮，可是你自家三家我也分讲的。有两位少夫人，说问我家三姐妹，那他们是在风流是在心。哦哟，大夫太尉娘，一个天柔，一个实在。两位小姐究竟哪一个好看？不要比个高低。那此去小姐们，无语春花海香楼。哎呦，好看！春天的花分出太阳之前，面浪向撒一层薄薄些个露水，看上去娇艳欲滴。那么哎呀，看不起来，不过还有里头小家来。那么你家小姐呢？我家小姐呀，水动七月长金神。嚯，一个春花，一个秋月，哎呀，神就一样的。打一个平水，没错。今朝必杀哩，来看。世界之上莫有同等好看，总要比一个高低，总要分个上下。这个一样标志面孔不个，别伤我了，根本没好。有两位少夫人，怎样？你们口气这个转低沟啊！哎呦，猜，身上一件马高高低沟，那么讲句东高治理香港上面去。谁是啊？听听看，哪一桩低沟？哪？后不家双姐妹，官夫人与魏夫人。都是
非人识破的女婿生。该只地沟比得哈子。三国年间后国有个结果了，该两个人大结三结，当辰光的人分不出大结只编织面孔比之三结只编织面孔来的编织，还是三结只编织面孔比之大结只编织面孔来的编织，两只编织面孔不晓得哪一只面孔来的编织。非但两家头好吻合，而且但是面孔才漂亮。两位少夫人搭档搭乖的呀，妹子啊，那是。沈家里个阿姐啊，辣浪说，两位姐姐面孔侪漂亮，侪有学问，不错。非人识破的女先生，没错啊。既然是女先生，可有女门生啊？有啥子还有个家？有个啊。啥人呢？方清啊。哦。女门生，三牛绝地中对名。不是小书生，那有这大谁心？正对比是牙公风汉，两个人谁有大家生？可是嘛，那么这样呢？是讲说个方清那个上牛是里头个陈小姐，当前一搭这个毕小姐，两位小姐正头往头讲出来过。对个哇，有一个口语其实，一个口是啊。哎呀，小姐是哪位人哦？对你都妈妈拿弄到我身了呢？小姐虽然。太平县，蔡姑娘一看，哟，哎呀，不是呀，两个阿婶，我姑娘了弄不是呀，心里开心，但是第一点，眼睛一闭，三指一洗嘛，咯了一闪，你好闪个，不闪实讲漂亮，闪一闪，边上真见不闪好子，非则真怪子我去搏斗不服气哇。为须一想不内生，须知情义一场君。妹子啊，那是你这些的沈家里向有一个屋头不得了，彩萍蔡姑娘，这样一个沈家里向还好说的多了。这个屋头不是彩萍的，门门口娘。这一位人家姐姐，两位少夫人，夫人有一位叫彩萍的。你可晓得？是啊，有一位彩萍姐，你可晓得？哦，蔡姑娘一眼呀！哎呀，我们名气响得过了，不仅两位少夫人才晓得。妹妹讲，韩明顺这样走出去，王明顺还是这样走出去的，谁非要承认？哦，彩萍啊，是啊，但是有点嘛。哦，那么你与他可熟悉些呀？我与他可熟悉呀？那不认得，你们就是我，我们就是你吧？熟悉点嘛。熟悉的呀，那么你彩萍比较嘛，你们两人哪一个来得好看呢？啥人来得标致？没有真，可是觉得看我们大面孔好的呀。哦，那我与他容易相仿佛，虚动姊妹一般。两高头差不多，那你彩萍姐可知己非呀？哎呦，可是知己的不能再知己的。你到边我要吃着，你大呼西门我要困着，你把你要对个跟的嘛，我还哎呦哇，我这里各如打针子，各困打针的，各扎一点扣子嘛，你都可啊知己呢。是对知己的。我与他手执并肩饮冰水，水动楼上引动真。两个人三个水是一个人玩。哦哟，实在灵光感。哎呀，那么李介绍你不晓得哇？哎，我晓得。哎，这位人家姐姐。是啊。既然如此嘛，
你叫什么法名啊？你叫什么？我啊，哎，月已如此海为香。哎呀，这个嘛，不知道这个哪个了？哪个？哎，你叫什么？叫实在，说句讲不出，名字难听。一个叫蔡平，李叫于平啊。收得了，哪个来想出来？怎么叫啥人？蔡平灵机一动，那香槟送的一家蔡平，送的就。根本现在谁是蔡平哇？啥里谁是蔡平啊？啥这个兄西当？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番茄红素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健康元素。研究发现，直接吃番茄，人体并不容易吸收。中科番茄红素率先采用非转基因的以色列优质番茄，独特科技形成360度抗氧化立体网，高度浓缩，服用1粒就相当于24毫克番茄红素。每日1粒，我不来用，每天1粒，我在用，每日1粒，我不来用，女人也用，男人更加也用。喜讯购1箱送高档蚕丝被一床，会员再享9折。哎呀，妹子啊，白一个乌队单给他1张红包3可以。对个，搿个乌队单给他是100千米的个。千米里不来个，他一车子也很拿的。半夜送10米里个。半夜送个。这那么2位少妇人回到自家房间里，一些功夫在外头。哟，蔡平子，哟，少夫人，那一袋肉心丁，一袋面筋凤，细细薄里，请身下量。那我们挨到底。一袋烧鸡凤，一抽粉布香酒。哎呦，搿点几米里搭结棍了海哇，侪是你收税电视书上录了那个金龟长片哇，那等多算的个呀，说明印象大不够。实在太珍贵的，可是不能睡噶。哎呀，都不能睡下。他是一比山跟你到房间里去改。哎呀，搿句话一讲，只好睡的吧？到底2位少夫人，必须要加龙江这个，一本正经你来看我个呀。那现在2个阿嫂在送，我不说我这样耍个腔调。可是蔡平呢，等等啊，李先生来忙正里向去，发多一些拿出来再，但是外边嘛，蔡平，那2个阿嫂么子么再拿出来，我往那一条水子吧，大红包1件，6斤手1饼，我搭结棍了海哇，搿件大红包我咋不录啊？还晓得送拨了高桥人水果吧？搿点手指的还用的，都是小子。关键拿块大点的酒头，搿点8杯摆一摆哈。你么是讲，下头个别太夫人急啥子？你看个新妇临子个身高里下头上去，哎呀，5番奔到弄得哭错误了，可是我不说得开，怕是下头上下头喊，喂，2位少妇人身高里要这样，下来吧，吃最口气再快点下来吧。那你个葡萄他们谁是个脾气？上头刚正晓得菜品，闲话讲至500几上，已经要猜着。搿么哪年下去哇？所以2位少夫人带着菜品，拿着搿只板弓，哼，不晓得下头个别太太是好啊！顶顶欢喜囡才叫看见马上人好个呀！现在看见2个媳妇带着个下头下来嘛，眼下去了让皇上呀！眼睛么非要皇上，啊晓得你到上去个啥人？啥人了？美国打得来个斯诺登。你啥了？那一直让他牵几里个？咱们上去牵几种下头了。单独女婿哈个？哈！哎呦，搿点要紧个。对女婿还是比对你自家还为要好，哪一个啊？李三是一个彩萍蔡姑娘。哈！小谁是彩萍啊？你也是一直让牵几里个了？哎呀！心里想一开心，4、6句子才来个的，2不去过里搭得了搭不了。哎呀，谁是彩萍之外？我要大名鼎鼎时来棍儿，今日一见。我的没得，今日一见别过日子，名不虚荣啊，名不虚荣。来，快些收下。都是太夫人。彩萍身体受定，下头拿着3把弓，手机浪向一放，被他眼睛来得个尖，
已经看见个的。上些辰光500块，那下来辰光多8个。我的是啥么子？那两位少夫人，为你还写讲不彩铃上这个见面礼呀？哦，哎，被他回过头来，对两个新妇毛毛不是个么子。彩屏嘛，当我说错个，送见面礼的事体暂时不提。那么我引起的看见哇，分看见嘛，小娘再到外地去讲讲。哦，又说起来呢，别家两位少夫人出手阔差，别家老太太不离不身，一毛不拔。哎呀，难听相叫，我还要搞落点个。孙夫便拿出钥匙出来，我的是，拿我钥匙到我房间里打开包包厢，拿两样么子拨了彩屏。哎，医生嘛，屋里带乱了，打开包包厢一看，哦哟，不得了！边边落个飞菜，虚虚红个马呢，滴了一根有个枝子，上上两个金刚手，脑子拿两下家，拿错特在吃15个娘，飞去锅里。盖里一盖，风篮子带下头。来太太，那个么子么实在豆腐狗，我们不晓得脑子拿一下子。来太太，你自家去盖吧。哎呀，我碰我来说题了，碰住了在家里拿上去，小家包去，一大送不你啊！彩屏啊，我家发票再来开的，拿得去。彩屏发支票还财不？彩屏自家哈个人，事业让你发财，非得彩屏发财。观众朋友们，新的年当中，财业发财，祝大家新春如意，身体健康，百日如意。我们随时挪换，讲。这是人当，一代玉心灵，一代灭军风。我的心情啊，为了保持这个身材，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长篇书王的是无敌金赵丽永远之英华是费之雄银国皮。一副名声啊！我的是雨下分大绿荫起。没内容，来个乱的其中定英语呐，完了再加上百姓民哦，下辈的没长生，因我一曲琵琶打动你夫君心。可怜我的腿头是在你不动心，你是平时高官又不理，比我当然争吵谁谁听，为妻子我先立这口名声。
将士，推动路杀闯相继，北宋娘楼奴为分了下，押进特了难，手下公上，他是西府欺骗送佛为用，非但人非问我相逢什么我是他们欺压的么大话么就是红，来着他们花日么时呀临日下么花开时日呀大有种么大花。非谁神拒绝，可能给总标中在这里的地位中。哎呀呀，我的儿啊！为娘是3月里家乡一个。下营那么千里追风沙么6月大下呀龙沟那举松顶那风凉么听得三三两头都让是我今偶尔啊都是你不那样女将两副门口之你的心灵上狗儿为娘的自卑叫得急呀也明法么这样你来在个人你嘛并不在深空的亲娘一上一下儿怎能带下拍马来扑一上赢得你们紧张新娘带来我们母子相同喜娘这样子一个像
辅导上几个店门蛮多啊。哎，那比方说这个主店、香店、咸阳店，是个呀。还有这个后来有些两场的蓝湾店。我们之所以安排这个流派唱腔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电视书场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各种的流派，使得他们能够百花齐放。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中口送餐碗，不要金银财宝，只要中口送餐，高档大气，容易吸收。我看啊，中口虫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烯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德恒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行人见人得，一品德恒。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合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食一自家免疫力，增加身体机制啊！再看吃冬虫菜。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档的冬虫夏菜。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夏菜，我信赖春菜堂。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灵芝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王亮，我来看看你。你注入电视市场12点二是不是？正二十。中二这样对个。那么今天，这个雷炮是出自于萝卜上片。这个简单个啊，珍珠塔。好，珍珠塔。那么珍珠塔里向出过几盒雷炮，也出过几盒名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用生。我20年来，啥个忙啊，这呀多分能上。我是谁？
想不要被人困，为大片面弄一起上。且不听，这是和他戏，不知今意必在即。西边个地北没为大啦，地灯乌茶瓜西，你家具一类是木灯火，金碧辉煌的心所以，几百个太太在桌上离人场上，你买什么想要我送灯有意外一夜疲倦刷刷去，因故里我今想睡。天那阴阴小绿，谁够情？这原因站出来。士兵啊，我们这次的就是搞的一个票选活动哈，奖项的设置呢总共是18项，那其中呢有4项是通过观众投票产生的。哦，为对片了。最佳男女演员，那最佳夫妻档，还有呢百听不厌经典长篇，这个4项。这个4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观众喜爱的流派唱腔也进行了一个调查。那到底观众喜欢的是哪些流派呢？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看到了。这样的。98.6%。98.6%。张的76%。C的70.3%。女的67.4%。金的61.4%。是还有口为人这个这样的呢。都和这样的。结果。这样呢，然后呢，我们从这些票选结果当中啊，选取了一些流派，组成了一个流派唱腔节目，献给大家。灯音乐，乐音灯。
分，今宵等于百分明。独独月下灯起在，在灯送月夜人。月下不灯灯富贵，灯里上月金能神。天满了一路香，那银白月光，地妹美女来家穷唱。当日海星在得住，我与他们同心，也来把身君。我是姐姐在茫茫人生惶惑给路人。风雨里心事纷，记忆像狗粪。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基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得衡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行人见人得，一品得衡。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食一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体质啊！再看吃冬虫夏草。后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草堂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夏草，我心来春草堂。免费了！
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一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灵芝哪家强？石子街上寸草堂。王亮，我来看看你。你住地主市场12的年收入？正年值。正年值对个。那么今天，这个楼盘是出自于罗布上片。那个简单个。珍珠塔。好，珍珠塔。那么珍珠塔里向出过几盒楼盘，也出过几盒名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用我们电视书场的节目来回答你，好不好？啊。你看珍珠塔呢，我们书场一向非常重视的，总共播出过5个版本。5个版本，谁是珍珠塔？是的呀，你知道哪5个吗？不晓得。那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吧。不行，有陈锡安、郑英老师的，赵开生老师担当的，陈锡安、薛慧金老师的，赵开生、高博文师徒档的，以及赵开生、郑英老师的5个版本。怎么了？回到了玻璃山口。很丰富吧？所以你看这个珍珠塔里向出一个楼盘是不得了的。木的，这个歪的，圆的，小飞的，深的，细的，还有一个最引人的对。名家是结结怪怪的。这个所以有句闲话叫唱杀珍珠塔。士兵啊，像刚刚短片里面的哈，陈锡安老师啊，赵开生老师，还有很多的像他们一样的名家，都曾经把他们的名篇力作长篇，在我们电视书场录制过。为此呢，我们电视书场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宝藏。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致敬名家奖，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他们创造卓越，见证辉煌，一辈子与7根琴弦互诉衷肠。没有他们，江南明珠不会如此闪亮。有了他们，曲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绽芬芳。用我们的感恩向你们致敬，用你们的艺术引领我们成长。收至于地主市场20周年颁奖盛典，致敬名家陈锡安、王八英、金生伯、江文来、于永先、蒋云熙、邵开生、张世军、刘云石、尹义琛、尹义之、沈金生。陈老师啊，你看，陈老师啊，今年呢正开始收在地主市场20周年，这个也看到那边是2个字。哎呦，眼睛是20周年的。哎呦哎。所以呢，在这里帮你颁一个致敬名家奖，致敬名家奖，致敬名家奖。这样的。很激动。搞对待工作搞了74年，第一次我是3班啊。与之愉快。给他摆次的不应当我个人多了。我今天在地家店说明介绍为电视市场做海风。哎呦，20周年是从人来讲么是吃50那个辰光呀，顶下头了。各个电视市场3场后，希望这个先办一下。那种预算的社会通平台里的了，说从我起，同时呢推陈出新，得到更多听众青睐。新春马上带来嘛，我辣开个呢也得力收转，这个听众们要来帮你。送的呢，福水绵绵，家庭幸福，节日快乐，身体健康，2015年，新春愉快，吉祥如意，凡事如意，长命百岁。王亮，这回赖先生呢，说是我3月份看见的。现在辣镜头里向看见里头啊，身体非常好，气色蛮好，红毛头穿呢，真的蛮开心。这一次感谢个的名家老师为你个平台事业做出这卓越的贡献，谢谢你多。谢谢，同时也感谢他们对我们电视书场的祝福和关心，非常感谢他们。四斌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啥个？你知道吗？我们在2015年还要启动一个计划。啥个计划？那就是重塑经典计划。哪叫重塑经典呢？经典你知道的对吧？那像玉蜻蜓、珍珠塔，包括萧丹贵等等哈。我们邀请一些名家、新秀、书坛的中坚力量，把这些经典作品再重新录制。我们用高清的摄像，用现代的演绎手法来重新展现。哎呦哇嘞，搿是你个点观众朋友可以一百眼福。那么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一场节目呢，就是马上要重塑经典的珍珠塔当中的一段，叫四美戏馆，表演在各部分采用演技铃，掌声有请，一起来欣赏。今朝你山高头来说一位珍珠塔当中的三位叫四美戏馆。啊，这条四美戏馆珍珠塔的一个三位，讲四位美人，对吧？那么你3个男人嘛，哪有4个美人？这个是哪说法子呢？4个美人让关国里有一次一个事体，这个你3个男人不要演的，搿哪说法呢？搿哪不要演呢？平台个特点大家晓得，男个还有女个，女个还有男个，哪个还有3个嘛，3个还有哪个，男个哪还发有女个呢？说来就来吧。有2位少夫人，便是千金在上。身家婢女，待知情儿。李大师来瑞来，那么你也来，怎么来做啊？小这一位身家体体不改啊，为州夫人关东跟前带了份哈。是啊，这位身家姐姐请起。身家姐姐不改。哪来说？一些什么4个美人才出来这个那么这个啥人？蔡平。那么蔡平嘛，哪里都叫你沈家姐姐，不晓得你是蔡平。蔡平哪会得到别家里来？晓得自家公衙现在组织过要特2家事，一位自家陈三家，还一位别三家。所以今朝抽得了他到别家，自家想办法上别三家的堂里，要来看看搿位别三家。今朝嘛，特地来做解析的。那么2位少夫人对个身高下头下了啷口，哪个下头头浪向出过个身高下头看身高3家，别家下头看别家千金，至于呢身别2位3家侪看见。妹子啊，那是吃个内地么的走走，蛮好啊。哟，这位沈家姐姐，有2位少夫人，还今天2个家必是三姐，但要东问一声，身别2位3姐。哪个还开是啊？搿个话题得还讲的，因为陈家里下头嘛，只看见过陈家里3家，别家里3家分看见过。该到别家里向个婢女呢，只看见过别家里个3家，你个3家也分看见过。只有我2位3家才看见。那么现在一看搿位别3家呢，嚯，啥都不要说。那么哪讲法呢？你3家称得香雅美女，搿位别3家耳闻称得不尽美女。那么他是我讲，你3家别去，该打别3家不灵，搿打讲不去。是别3家哈，你3家不好看，搿是岂能长他人之气，灭自己为夫？那么这个，要我讲嘛，讲2句半斤不两的闲话。哟，2位少夫人，真呀。说问此去下怎么？那岂如紫色天如美？搿个比得哈，是该打个3家漂亮的哈，天如美 No.1。天如嘛，你3张面孔顶天如哇？啊是个。后头才是5眼老师他出来个这哇。所以当时现在讲该打个3家实讲哈，葛么里头陈3家谁再把第2位着了？对你身浪向一看，一件马甲，到底唔知噶个。所以大少夫人，哦哟，搿只面风看我不起的，我是下头潘多东江毛皮，搿是你自家3家我要分讲的。有2位少夫人，真呀，说。
士兵啊，我们这一次的就是搞的一个票选活动哈，奖项的设置总共是18项，那其中呢有4项是通过观众投票产生的。为对片了。最佳男女演员，那最佳夫妻档，还有呢百听不厌经典长篇，这个4项。这个4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观众喜爱的流派唱腔也进行了一个调查。那到底观众喜欢的是哪些流派呢？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看到了这样的。98.6%。98.6%。张的76%。细的70.3%。女的67.4%。金的61.4%。是还有口为人这个这样的呢。都和我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些票选结果当中啊，选取了一些流派，组成了一个流派唱腔节目，献给大家。灯音乐，乐音灯。金霞灯月百分明，嘟嘟月下灯起在，在灯送月夜人。月下不灯灯风贵，灯里上月金能神。是大庭中去，在天幕亮一路香，那银白白月光，地妹妹美女来家穷唱。倘若海星在得着，我与他们同心，也来把生君。我是姐姐在茫茫人生幻幻给路人，满腹雨里心事纷，既也想过分眼深。我20年来啥个忙啊，这呀多分能上。我是谁敢不呀？敌人困，敌大皮面，我一起上。
且勿听，这是和他戏，不知今意必在即。西平个地北没为大啦，地灯无茶瓜西，你家具一里是木灯火，金碧辉煌的心所以，几百个太太在桌上离人场上，你买什么想要我送灯？刷去，人不理，我今想谁？天那阴小驴，这原因是因上船来，看飞飞，夫内真。一副名声啊，我的是雨下分大绿荫起。
我同心，你是平时高官岳不离，与我当然争吵谁谁听？为天子我先立这口名声，你哪里不对不称？楼奴为分了下，已经特了难，应人手下公上。送佛为用，非但人非问我相逢什么我是他们欺压的么大话么就是红，来着他们花什么时呀临日下么花开时人也大有种么大花。非谁神拒绝，可能给总标总在这里别地位总。哎呀呀，我的儿啊！为娘是3月里家乡一个。下营那么千里追风霜么6月大下呀么龙沟那举松林那风凉么听得塞两头都让师傅听偶尔那都是你自己不那样女将两股本口技你的心灵上个儿为娘的自卑叫都急呀也明反不这样你来在
这一年么并不在深空的亲娘，一生一下儿子能带下拍马来哭一场，赢得你们今朝新娘带来我们母子相同喜像辅导上几个点们蛮多啊，哎，那比方说这个主点、下点、咸阳点，是个呀。还有这个后来有些两场的来回点。我们之所以安排这个流派唱腔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电视书场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各种的流派，使得他们能够百花齐放。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中口送菜哇！不要金银财宝，只有中口送菜，高档大气，容易吸收。我看啊，中口虫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